新闻头家先来关心风台卡诺带来大水后，伫南投的仁爱乡灾情是真严重。道路毋是互土石顶掉的，就是放弃啊。对外交通拢断去，就爱出动直升机去载物资，嘛甲真济受困的民众载出来。毋过，即马嘛传出一个不幸的消息，是一个初时去巡田煞失踪的农民，即马已经互人找到伊的遗体啊，正做南投即届风灾头一个受难者。救援人员冒险落去溪坎，因为下骹发现一个罹难者。经过确认，伊是住伫南投仁爱精英村市林的农民，这是伫落大雨顺时参与了后失踪，也是这届风灾南投头一个罹难者。配合南投神鹰国军，疑似找到失踪的民众。警消原来接到报案，伫南方东眼山水墙龙营区有2个民众因为土石流无法度出来，救援人员去搜查，下晡将2个人拢救出来。卡诺风台虽然过啊，毋过带来风雨，互南投仁爱乡灾情严重。南投罗山的塔罗湾溪水势惊人，原来后者又搁变孤岛。因为真侪部落另外交通受到阻碍，空勤直升机找力透早开始对发祥村水源部落，也甲秦爱村运送700公斤的物资，也甲澳万台43个人员落山。南投县政府表示，目前物资拢有够，上界重要是抢通交通甲电力。很多的连外道路都是中断的，还有很多的民众，他们现在是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，包括我们的电信设备也都是没有办法来顺利这个保持畅通的。那交通方面，到89线立行产业道路，道路长几落节，毋是去互土石砍去，都是路基流失。第14线包括第14架线84.6公里的所在，罗山通往村用的路段路基流失，出现差不多20公尺的大坑。南方村中正路段更加严重。这个主要干道是台14线，那我们预定在下午5点以前，让它全线可以贯通。那另外头83、85、89，也是主要的这个维生道路。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准备比较多的机具。但是仁爱乡被西游子的患者也分别用直升机加陆运的方式，陆续送到埔里的病院接受治疗，目前拢真平安，也有6个留伫病院观察照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